兄弟平安，这是2021年6月20日线顶礼拜，请将手机关机，也是静音，安静闭办心，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主。各位线顶的兄弟姊妹平安！今日是我来带大家伫会前来练习。好，我今日有3条诗歌，第1条是62 B，好，阮先来看迄歌词，第2段的最后一页，好，第2行迄是通拖。第3段来看第3段，也是最后一页。甲伊感谢诗来吟，是甲伊哦，给那个给是甲伊，毋是互伊哦。好，我来为伊第1段来唱。上帝创造天甲地，四者万美大行的，讲落极大有几宽，只是深好永无线，日头发现长满天，日落月出就暗暝，日月牺牲拢显明，上帝主宰大权能。第2段，土地所生的五谷，花木青水的树木，水内所有的鱼鳖，拢是上帝做面。天中所飞的鸟只，上帝予伊食到饱，伊记子细会通带，无主上帝心意。我第3段，上帝创造艰难，无论本国甲外邦，予阮大日的美牛，强有厝地甲伊住，上帝的文公礼山，切肯耶稣求万民，大家着用真实心，把伊感谢诗来吟。通拖吼，通拖。好，来，我来唱第2首。第2首是297首，至大上帝愿意带我。嘛是来伫进前我来看第3段，第3段第1页。后日行到约旦河期，约旦河期，这里读期。然后是第2段，迄条火柱才读
协调。好，按阮为第一段来唱。来第一段。一段上帝愿你带我，阮家今世旷野地，我情愿这你大愿领，应手牵我无犯罪。天的美娘，天的美娘，求你应应是我，求你应应是我。来第二段。我愿你收拾我心碎大幸福，迄条痕条求你显出，带我头尾家己路，全能留住，全能救助，使我归来永保护，使我归来永保护。好，来第三段。后日行到约旦河去，行行行伊免羁绊，真也是地着的主，我阮到甲难花，我就因是，我就因是，永远感谢落你，永远感谢落你。对，好，嘉南花。来，后还有第三首，毋过第三首阮拢诚熟。哎，好，阮来唱回情诗。耶和华早起是你听我的笑，早起是我会对你拜我的祈祷，望你应我每日你的心间，照亮你极大的仁慈，我心敬佩，心敬佩，我会对你的心坚定待你，我会对你的心坚定待你。现在咱要来敬拜咱的主，请奏乐。
有一项事，我捌对上主求，我犹原得意爱得到，就是一世人徛起上主的厝，看伊的阳光，笑念伊的殿。圣诗62首比上帝创造天甲地，起立来吟。上帝创造天甲地，世界万伊的行为，公路极大又极宽，只是青火映无线，日头发全光满天，日落月出照。同齐用新的界面来告别信仰，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界面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启应文38篇，哥林多前书第3章，咱要用启应的方式，同齐来读上帝的话。我说书话讲人甲天使的言语。若无真爱，我就诚做响的铜器，弹的蜡盘。我说书做先知，明白拢总的奥妙，甲拢总的财物。搁说书有招庇的信，教业来移山。若无真爱，我就袂算做是甚物。我说书尽所有的来真济，搁献我的身躯互火烧。若无真爱，就我无得到利益。仁爱是高宽容慈悲，仁爱是无怨妒，仁爱无夸口，无偏颇，无行见笑的事，无求家己的利益，无快受气，无记得人会歹，无欢喜不义，是甲真理三角欢喜。凡事忍受，凡事相信，凡事毋忘，凡事吞忍。仁爱永远袂无去。若是先知的节要废无，遐个言语要煞，财物要废无。因为咱所知的无完全，做先知也无完全。完全的若到，无完全的就废无。
我这囡仔的时，讲话亲像囡仔，进前亲像囡仔，意见亲像囡仔，已经成人就废无囡仔的事。因为咱搭对镜在看，无无言。若是到迄时就当头对面，我搭所在无完全，到迄时就知，亲像我互主宰一样。现今所存的就是信、望、仁爱这三项。其中第一大个是仁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使互阮伫台湾这地美丽的土地徛起，才有来自无同的族群、宗教甲文化背景的人民。但是因为疫情，有人无法度转去甲厝里的人做伙，有人工课受暂停，影响经济。教会侪聚会活动嘛拢无法度来进行。主啊，我毋知安尼的生活还有偌久，未来的影响还有偌大。阮的生活形态、人甲人的关系，拢产生真大的变化。虽有不安，但阮知阮有主通靠。主啊，阮要谦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赦免阮人的罪过。阮欠缺彼此相听的心，嘛失去敬虔的行为。阮无善用你赐予阮各样的恩赐，为着阮的自私、贪婪、无和睦、骄傲，以及一切歹念头。你诚心忏悔，阮承认阮的罪过，求你怜悯，并且转变阮的心。伫这个充满无确定的日子，求你帮助阮有正面的思想，有良善的人际关系，有喜乐的生活，因为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帮助阮活像子仔的良善，像蛇的灵巧，像梨仔的谦卑。像鹰鸟为展翅飞悬，来荣耀主的名。我嘛要为着受病毒感染的病人来祈祷，互因早日康复。为所有医疗团队保守因的心灵平安。嘛要为阮的国家来祈祷，特别是执政者、政府官员，求主赐予因智慧、有气力、甲信心。伫这个关键的时刻，为同心合力，共度难关，互人民早日恢复平安快乐的生活。当阮献上感谢甲祈祷，安尼祈祷感谢，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小诗班要用伊的话来带咱学乐。人活的不是靠食物，乃是靠主所讲的话。心存善良、慈悲、仁爱，是主所欢喜的囝儿。其实你叮当日工地招人，出对人瑞应听堂。咱心存感恩，感谢主上帝，受赐伊为何论？咱着有无受逼，不是安慰，到伊真主悲悲。咱着用伊为有志家己活命，尽心尽意对主行。
是靠主所讲的话。心存善良、慈悲、忍耐，是主所欢喜的囝儿。耶稣真我命，耶稣咱道路，伊的旨意愿地照。咱是主感恩，感谢主上帝，受赐伊为何路？你为所开来，你为所拥有，我可以一日都无惊。你为大光明，全人类着听，咱着真心对主摇。上帝话，雅各书1章26节到2章13节，台语汉语本第263面。上帝话安尼记载：若有人掠家己做敬虔，也无约束伊的话、伊的字，就是骗伊家己的心。即号人的敬虔是空空，独独眷顾孤儿寡妇。伫因的患难中，佮家己守，无互世俗目着，这是被上帝的面前，就是做清气无拉散的敬虔。我的兄弟啊，领受咱的主耶稣基督荣光的主的信，毋通用外貌处人。若有人挂金手指、穿水衫入恁的会堂，也有送香人穿破烂的衫平平入，因就看穿水衫的，甲伊讲：你坐即个顶位，嘛甲送香的讲：你徛迄位，也是坐我的骹踏椅下。这敢毋是心内有精绝，用歹念头来分辨吗？我所听的兄弟着听啊！上帝敢毋是经世间送香的，互因伫信做好业，来承接因所应允要互听伊的人的讲吗？若是恁就凌辱送香人，妇人敢毋是协制恁，家己拖恁到审判厅，敢毋是放读恁所互人叫尊贵的名吗？照圣经所记载，着听厝边亲像家己。恁若守即个至好的法教真，才是好。独独恁若用外貌处人，就犯罪，互律法定做犯法的。因为既若专守律法，嘛对即条驳倒，就是犯着正条。因为讲无得奸淫的，嘛讲无得杀人。若恁无奸淫，也有杀人，是做犯着律法的人。恁既然要照互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着照安尼讲，照安尼行。因为人无怜悯人，当审判也无得到怜悯，怜悯赢过审判来夸口。以上。现在，我心给神来尊重，我心
牧师要用熬管理家己的心，有听就守全律法来正道。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要来分享雅各书第4讲啊，请咱由原同心祈祷来开始。至圣的主，你是永远美好善良的上帝，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做阮路中的光。恳求救主耶稣用你的宝血，即时来除去阮心中的污秽，赦免阮的过失，互阮来亲近主，就近爸，领受你的话，无有任何的阻碍。愿安尼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咱伫顶礼拜有讲到吼，连续这3届雅各书啊，伊讲到试炼中，咱未绝望啊，因为咱有一位永远美好、善良、平静、丰盈的主。那顶礼拜讲起到圣经亲像一面镜，哦，道理要听也要行，只有听道理，无行道理，亲像人照镜，额头就做伊去。所以有一天，当咱去到上帝遐，吼，去到天堂，得到奖赏的时阵，上帝袂甲你问讲，你听过偌济道理啊？我想上帝袂问讲，啊，你有晓背偌济圣经节啊？金句会晓背袂啊？颠倒，上帝会问的是你行偌济的道理出来。人有听道，搁较要紧是有将这个道行出来无？哦，道理人人着听，更加要紧是去行。这也变做我即马在准备讲到一个要紧的目标，就是望咱听了，毋是亲像一块石头，等到水底拢无任何反应，乃是会当起一块作用，互咱心中的迄块土地会当变做一块好土地，对上帝道栽种入来，会当有发芽布义，然后产生好的结果。所以圣经讲，有福气的人就是听上帝话，佮欢喜去行，伊真正有福气，顺服主，互圣神伫咱心内动工，不断改变的人，这款人偌尔有福气。雅各书的作者雅各就是主耶稣的亲小弟，伊就是这款真正有福气的人。伊用30年的时间，看伊的兄哥主耶稣怎样伫世间过生活，伊见证着，伊看亲目睭看到、听到耶稣，伊是一个完全无犯罪的生命。所以这也是咱基督徒的目标，就是做人唔通虚假，就要活出迄个真实的家己。今日咱要讲敬虔，敬虔跟2项代志有关系，一个是你的嘴，一个是你的心。咱先讲嘴，嘴就是伫遮26节所讲，若有人掠家己做敬虔，但是伊却无约束家己的喙舌，就是骗家己的心。这款的敬虔是空空。然后到第3章，雅各书第3章有讲到，若有人讲话拢无犯错，这款人是做完全的人，伊有迄个气力约束伊通身躯。到第3章，咱会看到喙舌足大的气力，人若是会当约束家己的喙舌，就通约束伊全身躯。所以咱看到原来咱伫真侪代志拢有犯错。但是，如果咱学习对伫约束家己的喙，到伫去看见家己、省察家己的内心，安尼咱对家己的认捌就愈来愈有在进步。所以，请问咱过去这礼拜，我也问我家己，咱是毋是？有讲了无应该讲的话，咱的喙舌有犯罪。因为即马真大一挑战，就是囡仔逐工拢伫厝的，本来
有出3个囡仔，本来2个，一个伫幼稚园，一个伫国校，即马逐工透早、中昼、下晡拢伫厝诶。啊，囡仔难免会调皮捣蛋吼，所以咱来接即个后半段吼，就是天天调皮捣蛋。啊，爸母咧考验爸母阿公阿嬷会性地吼，啊性地若是心本来就伫压榨啊，伫lưu亂啊，代志足濟囡仔佫伫邊仔直吵，吼，所以就會開始受氣。啊，咱看到即個即個圖真好笑吼，囡仔互處罰。吼，去發徛啊！我過去佇莊卡牧會時陣，我其實吼聽見足濟阿公阿嬷在罵囡仔的話吼，有話講吼，你足熱的，吼，哪會足熱吼？啊，足人攏要戰，吼，即個嘛戰，迄個嘛，就是講看到啥物吼，就會好聽是好奇啦，吼，囡仔就會好奇啊，但是就會。手就控制袂掉，就迄个啊，若更较歹听，就讲这搞死囡仔吼，足气的，吼物件乌白蛋，啊这个歹带头，吼拢甲厝内安尼用甲规个。啊，嘛有一句话吼，讲阿公阿嬷有时讲哦，厝诶若有2岁囡仔，2岁左右诶囡仔，吼1岁伊诶活动力、破坏力也无真大，但是2岁开始，吼3岁就会听话，但是2岁。这个阶段吼，就是上调皮啦。伊就是吼开始摸会到，人会到，看到大人在做啥，伊就在做啥。伊看到吼无输在泡茶，吼我第3个囡仔牧言吼，伊就要学要泡，啊就即个地鼓就徛，就甲徛歹去。啊，佫无偌久，吼规个地鼓就有一天我就发现讲，哪会变安尼吼？吼啊！我问牧师娘，伊就讲凶手就是即个吼，就是因查某囝。吼，伊即马就是手吼会行会爬悬吼，逐项拢摸会到的时阵吼，即个时阵就真歹防，袂输得防即个插头啦吼。吼，厝的物件都玻璃物件拢爱收好好势，藏好好势，若去互伊发现，吼差不多拢讲破了。啊，冰箱。嘛有锁匙，你敢知影？冰箱的锁匙先做即种吼，就是吼有一个卡榫啊，爱甲伊有一个窍门吼，离落伊才会开。但是无偌久，无几礼拜，即个牧员伊嘛拢看人咧开，伊偷看哦，就知影讲要安怎拍开。啊，想到伊就吼，哥在读册啊，无娘在休困的时阵，伊就去冰箱摸牛奶出来。规罐冒出来，然后呢，规罐甲你敲倒，所以有时无注意，涂骹就是牛奶吼，一罐，即礼拜就倒2罐出来。啊，更较严重就是吼，有时无法度控制伊的力道吼，伊就无说哩，即礼拜佫甲玻璃吼弄破啊，所以即马新的玻璃用好，就要紧甲伊吼做一个防护吼，惊伊佫发作吼。啊，我就在学讲啊，怎样互伊知影讲伊做毋对？吼，因为做毋对，伊拢笑啊，毋知影讲伊家己做毋对啊，啊，所以就叫伊面壁思过，好，叫伊面壁思过啊，啊，伊嘛无啥会晓，啊，就叫哥哥，好，木姐来示范，好，你就甲伊教讲面壁思过，你就要徛好，立正站好，啊，袂使尿酸，啊，徛好势，啊，伊就啊，牧言的。哦，知影讲伊做毋对代志，就爱去罚站去罚徛。啊，顶礼拜咱也做一个代志，算是一个创举。咱都行教会头一届，啊，伫这过去历史第一次，咱用线顶的中职会。啊，感谢主，咱伫这个平台内底声音甲影像拢非常清楚。啊，大家伫遐开会，当然嘛是有时。有囡仔有孙，走出来，乱入迄个镜头。啊，我直接教大家一个步数，这网络学到。如果囡仔实在是互你挡袂掉的时阵，你就用胶带甲伊喙封起来，啊，甲伊黏伫涂骹，啊，至少大人会当专心开会做工作。所以这句话甲大家分享，讲咱每一个人拢有情绪，拢会受气。
有时咱的喙就会无细腻就讲出伤害人的话，但是伊则讲发泄情绪是本能，控制情绪才是本事。一个人有法度控制家己的情绪，迄才是正讲的本领本事。那是这是圣经所讲，人无凊彩受气，伊的这个溃烂赢过勇士，有法度治理家己的心，管辖家己的心，控制家己的心境甲情绪的，比勇士更较有溃烂，更较有能力。这是箴言16章所讲。所以伫雅各书，咱也要继续学习着讲话的艺术。一个有智慧、聪明的父母，伊会晓引带囡仔去思考、去表达，袂一直念、一直杂念、一直唠叨、一直说教。就是讲，伊会问讲，伊袂讲，像他讲这不行，这个不准，这个不要吵，这个快一点。伊会甲伊讲，你觉得呢？你靠了才讲，你感觉怪偌久？你是毋是能控制你家己？将这个对话，将这个尊重，互囡仔有机会来思考，然后来表达伊家己。要一个有智慧、聪明的父母，伊会改一个用词啦，就是伊袂去一直否定这个囡仔，讲否定，倒手边这个倾斜就是在否定，你都没有听，你都不乖，换做这个肯定就是讲，我相信你有听到哦，我相信你会改变，这就是一个有智慧的父母。所以父母若是有这个情绪的智商，就是讲伊的 EQ 高，囡仔伊就会晓模仿。会晓学习父母的讲话行做，这就是身教胜于言教。若是一个父母常常做出不良的这个模样行为、不良的示范，囡仔伊自然就会学歹去。总是一个父母，如果真有智慧，常常甲囡仔肯定，互伊的情绪有一个出口，伊就会成做伊情绪的主人。咱的父母就是在做一个真好的典范，囡仔伊的情绪就够控制、管理伊家己的心，这就是咱今日的这个主题。然后管理家己的心，情绪若对，心若对，思想若对，伊自然所讲出来的话，甲伊的行为就会是正确、符合真理的。所以牧师今日有有几个信仰的反省，就是讲第一个，你的喙舌敢有听话？你的喙舌有听话无？你是你的喙的主人，还是喙是你的主人？你生气的时阵，是毋是亲像火山勃发？伫咧冤家的时阵，是毋是正口倒西？伫咧开讲的时阵，黑白乱讲话，常常得罪人。也是囡仔在无乖巧的时阵，你就叨叨喋喋不休，伫遐发牢骚，真济的埋怨。这求主帮助咱咱做一个基督徒，做一个时代，咱的讲话就是上要紧的一个信仰的见证。囡仔拢在学，拢在听。伫雅各书第3章也是都个讲到这个主题，恶乐甲咒诅无应该对同一支喙所发出来，同款的水泉袂使有时苦，袂使个连面变做甜。所以这个苦涩的水代表讲伊的心，伊的源头是苦涩，无法度流出，互人甘甜祝福的话语，心中若是有苦毒，咱的话常常就是显露出这个苦涩。牧师今日要分享这本册其中的一部分这本册叫做告别受委屈的自己，里内底在讨论4种的情绪。真实际一本册，伊就是帮助咱去摒扫心内的粪扫。
哦，这个粪扫好亲像就是欠债，吼，来恢复迄个疼的关系。写这本册作者叫做 Andy Stanley， 吼，这个人咱可能较有名的是伊的老爸，叫做查尔斯·史丹利，吼 ，Charles Stanley， 伊去年88岁，吼，对这个第一浸信会退休。这本册作者是后生，叫做 Andy Stanley， 吼，所写。英文的名称叫做 Enemies of the Heart， 心的对敌，吼，咱的心的敌人。伊用这4种来说明，讲咱心内为虾米会累积这个粪扫。第一个就是讲，我做唔对代志，有这个罪恶感，原来就是我去伤害人，我对人有亏欠。然后第二种，什么叫做受愤怒？愤怒就是你认为别人欠你，别人亏欠你，别人得罪你，什么叫做贪婪？就是我亏欠我家己，别人有遐尼好的车，遐尼好的手机，我哪会无？我想尽办法也要得到。最后这个怨妒、嫉妒，伊是讲认为讲这是叫做。上帝亏欠我，为什么对伊较好，对我无好？为什么伊的厝遐好呀，阮兜遐散？第一个我去怨妒的就是阿伯甲该阮，该阮就认为讲上帝对伊无公平，上帝你亏欠我，所以我做出来才会歹代志，伊就怪罪上帝。你有发现讲这4种，拢有一个共款的。这个关系就叫做亏欠，伊用这个亏欠，甲这4项做真好的解说，就是欠债啦。无论是你欠别人债，还是别人欠你债，还是你感觉你欠家己，还是上帝欠你。所以主要说教咱，咱以后会一点一点来分析。今日是先有一个概念，互咱知影。主要说教导咱伫主祷文内底讲。下面阮的亏欠，免我们的债，亲像阮也安那下面别人的亏欠，下面别人的辜负，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所以，如果咱将这4项甲伊整理而好，甲伊粪扫清理而好，咱的心就会当恢复一个人甲人、人甲上帝疼的关系。迄个疼才会当出现，取代迄个嫉妒、愤怒、贪婪、罪恶感。所以这个是伫雅各书第3章到第5章，咱要讨论的重点。我所讲的个第2个反省是，你的心中迄个水泉到底是甜的还是苦的？如果是苦的，你有去甲伊处理无？因为你若是无处理迄个源头，敢若用意志力、靠意志咧控制，讲我袂使讲无好的话，但是无法度，你的心肝若是歹，你所讲出来的话就是歹；你的动机若是歹，你的动机不良、不单纯的时，咱就真困难去做一个祝福人、疼人、讲。造就的话，因为这是路加福音所讲，心内所充满，嘴就会讲出来。你会讲遮尔无好听，遮尔尖酸刻薄，遮尔受气怨恨的话，代表咱的心有充满着这款的苦。雅各书1章21节。搁一摆提醒咱，要用温柔的心来接纳迄个上帝的道理，将上帝话栽种伫咱的心内迄块好土地，好好经营咱心里心内的迄个好心田，这会救咱的灵魂。这是雅各书一再提醒咱。然后牧师用3种这个失落敬虔的倾向，互咱来思考。
这3种，第一种是只有顾家己，无关心伫别人的利益，只有关心家己，这种人叫做足现实的。无论甲什么人做伙，伊拢会问一句，就是对我有啥物好处？对我有啥物好处？若有好处，我才对你好。若是你对我拢无法度回报好处，无法度互我好处，安尼我嘛不爱浪费时间伫你的身上。这就是只顾家己，无管别人。第二种是看重物质，无看重心灵。一切只有看到价小，无看到价值，只看见价格，没有看见价值。总是上帝讲，咱人更较要紧的是心灵的价值，唔是外表讲你这件衫是不是名牌，你穿偌济这个价小。所以价小甲价值，有时人分袂清，最后渐渐咱失落敬虔到一个程度，就是只有看到更新，无看到永远，无看到来世伫上帝国永远的国度。伫提摩太前书，后书第3章第1节到第5节，伫遮讲保罗提醒提摩太，讲伫末后的世代，伫教会、伫基督徒中间，犹原有这款的情形，就是只有专心顾家己，贪爱物质的世界，贪爱钱财，就是拜马门，无敬拜上帝。然后呢，无讲爱讲迄个闲话，爱讲无好的话，无法度约束家己，然后性情非常的残忍，起性地时阵非常的这个歹，面手无好，这拢是也有个真济。我用红色的是讲，这甲咱今日的主题较有关的，总是这个人的软弱，人的犯错，有足济，这个拢是有敬虔的外表，但是失落了迄个敬虔的本质。这是保罗对提摩太一个要紧的提醒。本来上帝设计，上帝是第一要紧，伊是生命中的第一位。上帝非常伟大，永远美好的上帝，然后创造人是第二要紧。然后才是第三，才是物质的世界，自然界是要为着人会当得到快乐，得到幸福，然后呢，也有敬畏上帝、感谢上帝的心。但是却无想到，真济就是错乱去，真济人错乱去，就是将物质当作上要紧，然后来敬拜上帝，无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常常在想的，就是甲上帝埋怨，讲上帝，你哪会无祝福我？为什么？我信上帝，你无带予我真济物质上的好嘢，变做是这物质，唔是带人亲近上帝，反倒是人利用上帝想要满足来得到这个世界。所以耶稣提醒咱。一个人袂使有两个主人，袂使搁拜上帝，也搁拜马门，就是钱财，就是世界的王。你袂使，互你的心，伫世界甲上帝两个伫遐伫相有的时阵，你的心失落了迄个敬虔，就沦落变做一切拢是看外在。看物质，看财这个钱财甲权势，所以有人在讲笑讲，我最近加入一个协会什么协会？我加入一个外贸协会，唔是迄个贸易的贸，是面貌的貌，就是看人，这个人生了较好看，这个人合我意，我就对伊好；这个人生了较歹，这个人穿了足邋遢，我就看伊足无。所以求主帮助咱，唔通以外貌来
论断人、批评人，爱公平，爱对待人无偏心，这才是真正有一个敬虔的生命，才有法度听人亲像家己来守全律法。所以心内必须爱有上帝的话，也爱有上帝的听，互咱知影怎样行，也有迄个气力去实践上帝的听。吼，伫遮讲到爱公平，爱用实际行动来听厝边亲像家己，才袂互教会对落，也是符合妥协伫世俗化的即种办事。哦，求主帮助咱人恢复哦，教会本来就应该爱关心着遐个较弱势、欠缺、需要的人，特别伫即个疫情的中间。无输伫遮有一个短短影片要甲大家来分享，就是雅各书第2章遮讲的，你毋通用外貌处人，毋通有人挂金的手指，穿水衫，你就来坐好的位。然后会看到迄穿啊破破烂烂的，就甲迄送香的讲，你徛咧就好，你去徛外口，莫入来，也是坐伫涂骹，这就是咱心内有症状，用歹的念头将人分做好野人甲善邪人，等到上帝要提醒咱，伊是竞选送香的善邪的心灵，善邪送香的人来就近上帝。好，咱来看这个影片，我想短短2分钟，总是会当互咱带来一块反省。所以上帝看重的是咱的内心，咱的内心是毋是有一个真正听上帝、听人的态度？好，咱转来 PPT 吼。圣经讲，着听厝边亲像家己，守这个至好的法到尽，就是守全这个上好的法。
有疼人，亲像家己，就完全了先知甲律法的要求，才是好。偏偏咱常常用外貌处人，就犯罪。同款一个人，伊穿着无舒服啊，人人都尊重，但是伊穿做这个乞食，的这个流浪汉的衫的时阵，无人要关心，无人要参与。13节，第2章13节讲，人若是无迄个怜悯的心哦，当审判的时也无得到怜悯。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代志。上帝在看，人若是心内有怜悯，怜悯人的人有福气，因要得到怜悯。但是咱愈来迄个疼心渐渐冷淡的时，当审判的时，上帝在看，咱就无得到怜悯，因为咱这么现实，只有疼遐个对咱有利的人，咱选择性去疼人，去关心，无将主的疼做伫迄个至美水心上，这也敢袂减，也有可能是教会基督徒的处境，咱的文化甲价值观，受世界的影响。咱是不是最后做这个反省，就是省察家己的内心，是不是有无好的动机？也是通讲有时这叫做意识形态。会晓读册就是好学生。伊是头家。伊奉献足济。就代表伊是一个好人。甚至咱有时就会想要去巴结，想要讲去交攀啦，或是讲去结交才有关系的人，失去了迄个公平甲原则。咱做人无有上帝公平、公义、公正。也失去了圣经所教导咱的原则，所以求主帮助咱省察家己的动机。咱去甲人做朋友，去交陪，是毋是为着家己的这个抬高自己的身价为着讲我是毋是会当得到一块好处？对遐个较丧凶的人，咱就看伊袂起。求主怜悯咱。甚至咱有时会有偏见，就是讲伊遮尔善一定足贫惰一定是拢无认真读册一定甚至是一定是做歹代志去互上帝处罚受咒诅。求主帮助咱，当咱的身边有人遭遇境遇无好，遭有悲惨困难的艰苦困难的事，咱千万唔通用着这种的心态。乃是爱有怜悯的心，去付出疼，去付出关心。最后，咱用几句圣经的话来帮助咱，提醒咱，用上帝话来成做救灵魂的道，也是通讲是灵魂的疫苗。咱受病毒的欺负，受到这个罪恶的苦楚，上帝话会赏赐咱自由的律法。第一种，只顾家己，圣经甲咱讲，唔通干那顾家己，也爱关心着别人的利益啊。人好，唔通只有你家己好，要创造双赢，要慈悲怜悯，以耶稣基督的心最深。第二种，只有看物质，咱就要记得耶稣所讲的话。人的价值以及生命的价值，这个本质是在伫心灵的幸福甲快乐，唔是在伫你到底银行内底偌济钱，上帝拢无看重这个。好野人就无一定得到幸福快乐，伊的心灵如果无健康。第三种，
只看根心，无看影形。哥林多后书提醒咱，原来啊，这个世界有一天拢会过去。要紧的毋是你看会到的，要紧的是迄个看袂到的世界。所看到的世界，拢是会过去。当地动的时阵，这个不动产嘛是会震动哦，这个你叫是袂震动的，拢会震动，世界拢会过去。但是只有主，伊有永远的价值。伊为咱备办的是一个袂毁坏、永恒、直到永远的国度。人生所有的福乐，拢是暂时。就算得到，你若是无照上帝的心意在管理、在运用、在祝福人，才会变做是你的审判，毋是你的福气。求主帮助咱做一个好的管家，将咱对上帝领受的分享给别人，就会积财宝伫天顶。求主帮助咱，伫过来这礼拜去看见身边有啥物人需要关心。你的手若有惊好的力量，毋通提时，就爱做伫应该得到的人的心上，互咱有听也有行，因为上帝话是要赏赐咱自由，毋是只有要求讲你爱做这，你爱做迄，是咱欢喜甘愿顺坦时常照上帝话去行的时，圣经讲是行出来，是行出来，实践出来，必然得到福气。所以牧师今日这4个题目，望咱好好来思考。咱有法度控制家己的喙、喙舌、喙唇，约束家己的喙无，也反省讲，这个喙是对喙是有透心无？透心，你的心到底迄个泉源是甘甜还是苦涩？当咱拄着身边的人，你会用外貌来照人的面貌来论断人袂？你的动机是毋是有合乎上帝的心？最后有啥物人需要咱去关心，咱就勇敢去付出这个疼。咱做同心压头来祈祷，恳求至圣的神，圣神伫阮心内动迄个好的工，帮助阮用温柔的心来领受真理。将你宝贝真实的道理栽种伫阮的心内，互阮操练真正敬虔，就是约束阮的喙舌，有疼心，无贪爱物质的世界，佮时常省察家己的内心，无用外貌去批评论断，用公平对待人来消除阮的偏心甲偏见。有主的疼来照顾阮身边需要关心的人，愿主你是阮祝福，听见你的话，佮顺坦去行的人。愿咱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免。你带我来回应上帝的疼，起立来吟。天
坐，请会友伫厝内准备奉献地甲现金。接下咱要用即时阮教理圣殿来做奉献，起立来吟。请坐。本周金句，咱看周报内面，伫雅各书2章第8节，着疼厝边亲像家己。你若守即个记好的法到真，才是好。同齐来读，着疼厝边亲像家己。你若守即个记好的法到真，才是好。雅各书2章8节。报告的部分详细，请咱家己看周报。我只做一个补充的报告。伫教会正无为个人做奉献。办公室有收到2封无写名的奉献，请兄弟会记来领回。集体关怀代祷。好，咱即时来代祷。奉献的部分，补充就是讲，因为咱疫情的关系，无逐礼拜做马上就做奉献的即个领袖所以有时咱会让一礼拜你即礼拜周间来奉献，但是可能爱等到后礼拜即个奉献的即个征信才会刊出来。如果有任何的疑问会当甲咱的财务部来联络。咱来为着几件代志来代祷为着台湾的疫情5望早一日来恢复正常，互咱下礼拜会当兄弟姊妹做伙来到圣殿，也为着即个政府行政院长指挥官拢会当有属天的智慧，也为着足侪囡仔即摆也咧准备考试，也是伫即个用线顶网络伫上课求主，互咱的父母有智慧来引传，也为着真侪长辈伫即几日中间拢去接种即个疫苗，有的人身体无真好势，也毋敢去。伫即个中间有各种的情形，咱特别为着年长的兄弟有接种疫苗我知影已经有至少差不多10位左右，因拢无产生着不良的副作用，求主医治看顾保守。咱即时做伙用即条诗歌愿来用祈祷的心来吟，也做伙来祈祷。为一个土地，我深深祈祷，愿主的真理哪更传递遍照。为一个城市，我谦卑憔悴。愿主的我命临到这的百姓，愿全灵把天父，愿你国降临，
愿双向较悲伤离开咱的心中，愿全能下把天父，你高空临，愿望甲喜乐永远踮咱心中。咱这时做伙出声来祈祷，恳求至圣的主，监察阮内心的主，赏赐阮祈祷的心，常常用祈祷来为台湾求福气。恳求主你带领正教会，在疫情的中间，拢得到主你圣手扶持、热查、保护。特别看顾阮所有兄弟姊妹，在每一日的生活中，看见到别人的需要，也是付出疼甲关心，也恳求主你将智慧、将属灵的智慧赏赐予阮，予阮的兄弟姊妹靠主来得胜到有春，保守年长的兄弟身体健康，心灵勇壮，用喜乐的心做上好的药啊！凡事祈祷，凡事感谢，用主你的话刻条伫阮的心内，恳求主你保守看顾，互阮伫线顶的这个祈祷，犹原是同心合意，感受一位圣神的感动，来为彼此来代求。恳求主你早一日，互阮会当搁再见面，欢喜围雷聚集，伫主你的圣殿来敬拜甲服侍。愿咱的祈祷，奉救主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们上扬512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起立来吟。愿咱救主耶稣基督的名尊名留下，发挥上的救主国，也咱亲像家里，也咱亲像家里。信心宽怜，甲咱感动，行去他人心内，三位一体，甲咱相同，只是到万世代，只是到万世代。当心领受上帝赐福，愿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愿天父上帝疼痛，愿圣神的感动引带甲带领，常常甲众兄弟姊妹三甲弟弟，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咱今仔日的礼拜就到这，按别岛例会。
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时间，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时间，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耶稣，你胜过了时间，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